人数增加了，感觉会更热闹，也更活络哈。那我们来给隔壁请安，你如果说国语的用国语请安，那台语的用台语请安，讲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好不好？实在是咱台湾哈，现在特别是南台湾，你说台语说国语，有时候你也不注意说他到底是讲哪一种语言，那就已经很自然在我们生活上显现了哈。那其实这个情况，因为世界各地的交流哈，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啦，或是在很多特殊地区，比如说有原住民有客家人的教会，他们甚至有一个场合要3种语言。有的是直接翻译不然就牧师国台语，要不然就是有耳机。那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当然啦现在 AI 愈来愈发达后摆你若挂一个目镜，挂一个迄个 AI 的目镜，牧师讲台语，你就翻译成国语安尼总共这个联合礼拜是我们很难得的机会，虽然可能有时候久久一次，大家不是很习惯，不过这个也是见证我们富强教会。在50几年的时候，咱要当心合意来迎接上帝的恩典，特别来纪念上帝的疼，搁来见证上帝在咱中间所做的工。所以伫今仔日，咱礼拜分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敬拜，搁分享主的话。第2阶段就是咱要做来开好会，通过好会各种事工的报告来了解咱过去。伫咱49周年的时阵，所有这事工安怎得到上帝引带甲带领？那我们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大能大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感谢你看见国台语的2堂的系统弟兄姐妹同心聚集在一起。我们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相同的。我们不同的场次，但是我们跟神的恩典来连结是一样的。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富强50那我们最近在开年新年的时候，我们透过富强50这个主题一起来思考不同的面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重施健康教会的本质。50本质就是我们一个押韵，也算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虽然我们读的经文都很熟悉了，不过牧师要不厌其烦的再一次跟大家提醒，我们富强教会50几年，咱行过50年，到底一间教会存在伫富强社区，存在伫东区，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这群人是安怎来伫富强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奉主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思的思考是什么？这东西咱重新需要思考的地方，要学习的地方。首先，我们要一起来再复习一下初代教会因安怎显出教会本质。意思讲，教会诞生后，他们当时的运作模式，为什么会一直延续到现在2000年？你表示讲，咱原起头发生迄个教会因做的是合上帝意思的。是有看见神的大能在他们动工的，所以这个教会常延续到今天嘛。那我们再回到原始的原点，一起看见教会怎么样施展教会的本质那这2段经文大家很熟悉，一个是使徒行传2章46到47节，有3个重要的点。这段圣经在讲，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好。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表示说会来聚会不是为了什么样的目标跟目的，不是为了一个场次有什么样的礼物可以收到礼物，或是什么样的情形是他们聚集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因为得救了，从神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当然，那个时代，因为在罗马统治的时代有一个动荡有被受压迫，所以很多基督徒
聚集在一起，也算是一种彼此来互相鼓励、互相关怀、照顾。但是同心合意是他们重要的一个开始。第二段，他们不只是同心合意，他说还以爱来分享。这个教会不是干那同心合意了，因是用听互相关怀，因为伫逐人的厝里分享爱宴。意思讲迄阵是大家公家食公家分享呢，用欢喜纯洁的心作为食饭。当然，这个也是有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有2个原因，一个我刚刚讲了，因为初代教会耶稣复活之后，圣灵降临彼得宣告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当时是受到包括犹太教，就是传统旧的犹太人这个信仰的一个压迫，当然更有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压迫，所以他们一起聚集，就是为了彼此关心、彼此帮助所以他们也不顾说自己去安尼属龙共享自己去赶紧聚集在一起。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宣告说：“你们看我怎么样升天，也要看我怎么来。”他们就在等候了，在天考耶稣要再来。在这个情形里面，最好最有效率的就是大家同心合一，因为大家分散了，不知道你情形安怎，你也遇到什么困难所以大家聚集在一起，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同心预备所以更需要是民生的问题要解决。所以圣经咱若拄则读的46头前的经节讲，因把所有家业家产拢变卖这些钱拢集中做伙，为着要做伙来照顾，彼此照顾。有钱的人帮助遐无钱的，有的困难的人需要照顾的人来互相来照顾这个是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境还有第3个，他说得众民的喜爱，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好了，他们同心合一做礼拜，他们把各种财物变卖，一起聚集，一起用饭。那这些为什么能吸引别人呢？重点是因为跟人人保持和睦。虽然是被压迫的一群，虽然是当时犹太人在排斥他们，罗马帝国在排斥他们，在逼迫他们，但是因为他们这一种爱的交流的关系，主就天天把人数加给他们。所以你注意听这句话他说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意思是说，不是我们人有多大的能力，我们能够找到多少人，是上帝加给他们的。所以一间教会的开始，一间教会的成长，是因为得众人的喜欢。第二个是上帝看为是好的，上帝是悦纳的，所以上帝就把人带到教会来。咱台湾对2000年开始已经6档疫情了后最近有那个教士统计的发表，哇，真正疫情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其中教会影响嘛足大，因为大家那个礼拜的那个节奏，或是到教堂参加聚会，或是谨守这个信仰的，哇，很多可能不是很坚定的，或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的，哇，都散掉了，人数会下降，教会也下降，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过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呢？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教会会人数减少，什么样的教会会增加呢？今天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你若有听，你若有属灵的感动，若有信心的做工上帝就会把人数加给你。若无靠现在人为的维持，都会慢慢消退。最近这1-2个月来，因为可能跟天气气候有关了那教会有承接了好几个，就是本身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有的是临时洗礼的，然后这位弟兄或是姐妹就不久就过世了。那教会大家都不认识他所以要举行丧礼怎么办？牧师就在群组里面讲说某某人因为他刚受洗，或是因为别的教会
啊，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呢，主持丧礼牧师可以解决没问题，但是有人一起唱诗歌，有人一起关心哈，那会带给这个家庭感到很大的安慰。那很多弟兄姐妹有回应牧师的一个邀请，然后在殡仪馆的时候，出席的人数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唱诗歌。那后来呢，这些家属呢，他们就从不同的管道回应说，啊，觉得很受安慰，很受感动，因为我们平白无故大家不熟啊，你来让家人感觉不孤单。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参加人就有一个反应了有2个反应。第一个是说咱台湾人对丧礼实在是足，反正唔知什么理由，反正都无啥介意的，对啊，无啥爱啦你讲来，无代志来去参加丧礼，上人讲你这读到歹去个。特别是迷信者迷信者，特别是要瞻仰遗容的时候大家拢闪了了，你敢知？惊甲若无就是坐伫原位唔敢活来啦。只有咱的会友安尼迄个笑容面啊，阁有迄个慈祥的面容，安尼就大家行过伫遐来关心。足侪人感觉讲这差别好大差别好大，不是说咱较有疼心，是因为咱有信仰，咱知影人生甲死是上帝的权柄，咱永远的生命伫天国。这个肉体只不过是无喘气尔，伊要转去大自然所以咱兄弟拢足甘心乐意伫遐关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有一个感动他说，咱的传福音上好的机会就是伫迄丧礼传福音，伫迄所在传福音。因为虽然伊的家庭亲人无信主，但是伊看见咱兄弟拢教，拢热诚参与，拢来关心，因心内的确会知影讲，这一群人跟人家不一样这就是咱圣经讲的，讲跟人保持和睦主就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不是用人力的方法，不是用宣传的方法，而是用行动来见证所以讲这种场合是传福音上好的机会安尼那我们再来要思考的是说，好，这个同心合一，用爱分享，得众人喜爱，是个教会的本质。另外一个本质就是拄则咱他的第2段经文，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这个原先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也是一个新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他给他交代什么事呢？因为保罗他不在这里提摩太呢要去牧养教会，他就跟他提醒说，你要就是专注或是对焦在什么样的事情是教会最重要的，是不能缺少的所以有点像这个信的开头是一种远端的教导。咱即嘛足侪头家唔免去办公室咧，你敢知用网络是提供电话就代志办好生意就讲成保罗当时没有现在的通讯但是他写信告诉这位他所看重的传道人提摩太，他怎么写呢？他说，我一面写这封信，一面希望快点来看你。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我们在上帝的家应该怎么生活。这是一种普通写信的描述嘛但是这一句让我们看见说，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很有信心，他只要把它点到重点了，然后提摩太就了解说，我的老师还是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所以他这边有贴错了，对不起。这个他这边在我们的这个投影片里面，他就这样告诉他说，这是上帝的家在这里上帝的家，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提摩太你要注意，你去那边不是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
那就是一间教会了。请记得，这一个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它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上帝教会，不是人的，是上帝的。第二，这间教会就要彰显出真理，把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显露出来。啊，教会真做这个真理的调教甲基础。啊，所以这个物件若无去，啊，一群人伫遮闹热嘛无一定呢。就像刚刚我们前面那一段话哈，因为大家天天在聚在一起啊，聚会干嘛？大概时间要为了要吃饭尔哦，安尼都唔对啊。他们说天天在一起聚集啊，在家里用饭呐，啊只吃好吃的啊，根本没有真理啊。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你在用尽各种方式，因为本来要招人来就无遐简单啊吼。咱讲疫情了后，真侪人就无过来教会啊呢。那用什么诱因呢？吃饭吗？一种诱因。”办活动也是一种诱因，办讲座一种诱因。早期咱台湾的教会，早期的长老教会哈，用什么诱因呢？很多，但基本上是比较属于一个间接性的东西。从早期的医疗传道，到后来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在2次大战之后，咱有足侪迄个美元物资，对不对？哈，后来咱有办幼稚园哦。后来能够办什么插花班呐、什么活动啊、儿童啊活动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诱因。但是聚集人来这里，那个是一个媒介。重点是保罗甲提摩太讲，这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啊，是真理的调教。这个部分这个成分如果没有了，那这只不是一个人的聚集而已，一个活动而已。所以牧师要在这个时间跟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宣告复习了哈。伫咱大家要开好会，我们一起来认定这个教会我们在周报常看出来的本质跟福音使命。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聚在这边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一个礼拜好难得已经休假的时间，你来这边是为了什么？你如果了解了，你才觉得说，这个意义是有意义的，是有代价的，有价值的。这个本质跟使命是第一个，教会存在于地上，却有属天的特质。我们是一群人，没错，我们士农工商，大家工作不同的地方。其实有一些教会，他们在比较贫穷的地区，或是比较属于贫民窟的地区，也有教会啊。那他们可能甚至物质条件都比其他人差哎，但是重点不在那里，不是这些成员的成分，不是这些成员的背景，他是说教会存在地上，但是有属天的特质。属天就是讲有奇妙上帝的动工，不是人的运作啦，有上帝的稳定性行底下。过来是人所组成的，却代表上帝的同在。你我都是普通的人，但是因为奉主的名聚集，你要见证这个是有上帝同在的。上帝的力量超过人所作所为，那就是教会的特质。第三个是什么呢？他说看似平凡，却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我们知道每一个团体都有它很远大的目标，商业团体、工业团体，他们有一个目标，是要造出好的产品，或是他们的业绩很高很大。每一个团体都有他的目标，但是教会这一个群体，他的目标竟然是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这是世人所不能给的，是唯一的。是只有从耶稣基督能得救的。如果说把它当成商品，是咱独一的，吼，无别人会当替咱推销，干那咱，而且咱是上帝的代表。伫地面上，咱是大使同款，大使啊！上帝国派在台湾或是在这个土地的大使，我们怎样把上帝国这个美好
传扬过来。美国的 AIT 有驻台代表，他们努力目标就是要让台湾能够跟美国有很好的互动，说他们要把美国最好的来传达给我们。我们台湾派很多大使、很多的代表到国外，也是要把台湾的美好一面传扬给他们。互相教会虽然是一群人的组织，但请记得我们是有属天的特质，我们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我们是在传扬上帝伟大的救恩。那你会发现说，这任务跟咱的本质是何等的崇高伟大。过来，因为教会的存在，使人得以认识上帝；因教会的服事，使许多灵魂失丧者得到永恒的归属。这是我们教会的本质跟使命。意思是说，教会存在哪无好这项代志发生在教会再怎么美轮美奂，我们的群体再怎么样的热闹活络，没人得救这都无成教会啦，都无成教会。因为这样子，那我们看见教会的福音使命是什么？说要去拯救灵魂吗？他是说，第一个刚刚有讲到，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第二个是受委托去拯救罪人。教会是信的人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一群信的人在组织，咱无比人较材料较高，但是咱的目标真清楚，是为着无信的人存在。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翻转在2000年以后有一个大的翻转，形成我们今天的面貌。我听到我们很多资深的同工在讲，当时刚好有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呢叫做《自然的教会发展》。那个时候刚好整个世界的一个教会的组合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说他提出了健全教会的8种优良特质。意思说这本书刚好在刚好有写1998年出版。几年了，足多台湾的教会大概这本书成做一个足清楚足简单的指标，说你要建立一间健康的教会，那这个8大指标都是咱努力的目标。也在那个时候，台湾的教会也同时在研读一本叫做《直奔标杆》咱叫华里克牧师美国那个华里克牧师，伊甲咱讲出这个教会建筑足清楚，因为迄内底内容真丰富嘛真好读。所以这2本书大概就讲做咱21世纪教会建造一个大家拢认同啦意思讲各有不同的小差异，但是大家觉得方向是一样的。那这本书呢是一个叫 Schwartz 德国一个 Schwartz 牧师，伊主持，伊不是家己一个写的伊是主持一个教会成长的研究所然后伊经历了去发问卷各地去访问去收集这兴旺的教会遐健康的教会到底因有甚么特质统计，感觉这8项是上主要的、上重要的。但今日无用人分享遐尼油，我是要互咱听这讲。咱来富强教会咱这8项咱有几项是咱的拥有了，我们有些还要努力的这位是史瓦茨牧师这本书印到加精装本是香港出来，伊是自然的教会发展里面，他说健全教会的8种指标。那这8种指标是什么呢？你看一下特别是同工，你马上领导，马上知道内容了。第一个，他说使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使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是健康教会的重点。弟兄姐妹，我们互相教会领导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是属于长老教会，是小会领导。牧师是小会议长没错，但是是长老一起领军，还有包括执事，还包括我们的小组，还包括我们的事工团队。那些领导，我们看见在互相教会有很多地方显现出来。第二个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什么恩赐呢？就是我们把所有弟兄姐妹他们的强项，他们能够最擅长的部分，我们把它组织起来。我们教会今天等一下那边这个
这个报告好的手册内底款项哦，咱有120个事工团队呢，每项团队哦，迄目标拢清楚，要做啥工拢清楚。敬拜团队、圣歌队、我们的新朋友关怀团队、我们的心灵转角团队，分数拢真清楚，都标示了出来。第3个是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长老教会以前被人家称为说对圣神足惊的教会，你对圣灵不了解，但是富强教会是一个接纳圣灵、迎接圣灵、请圣灵动工的教会，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第4个是功能健全的结构。一个教会功能健全，刚刚已经跟第1个有点类似了。功能健全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单位各司其职，然后一个指令、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大家就顺利把它完成。咱这边要开好会，咱教会拢会拜托兄弟讲，你一定要来参加哦，来参加好会哦。而且好会是咱每一个会员的这个管理，也是讲一个义务啦。但是我们又有讲说，真的你不能来要请假，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有真多迄成员你是讲，我有去无去啊，无查我一个啊，免得麻烦呢。但是我们就透过小组说，你们一定要去关心每一个组员，你邀请他们来参加，如果不能参加要请假，看起来好像有点要求啦但这个不是重点。我看到每一个小组长都把他的名单加出来，虽然看起来100多个请假，有一点觉得说那这个礼拜日100几个请假呢，不知减少人无够人开会无？但是我是看到一个点是说，我们教会是因为有小组的组织这个功能健全，才有办法统计到这么多名单。一般的教会讲请你请假其实是遐较乖的5、6个讲我牧师我袂当来甲你请假，剩的是讲我无差啦，无差我一个。所以那个功能健全是显示在整个管理的阶段内底。第5个，激励人心的敬拜。感谢主，拄则带咱敬拜是青少年呢。恁伫咧各位唱歌时，你有感觉有感动无？这一个敬拜是同心合一的。不是因为敬拜团搞错，圣歌队搞错，是因为大家觉得一种热诚，心向上帝，跟上帝更亲密的沟通，这个就是激励人心的敬拜。这个敬拜如果冷冷淡淡、清清菜菜，祈祷无男无女唱歌哎呀，安尼迄调拢袂清楚，你想讲这礼拜那会敢有是要激励人心呢？咱咧教会你茫想讲，咱咧吟诗唱歌真侪人参加礼拜敬拜赞美就开始流目屎。你是讲咱的敬拜团敢会像迄个人外口咧唱迄个流行音乐遐乐团遐牛人个5月天就唱咧到规个体育场几万人拢来，咱敢唔伊遐厉害？其实不是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从心里唱出了圣灵的同工所以你有一个激励人心的敬拜，是因为你虔诚的求神动工。很多人来参加礼拜伊足爱参加头前迄段敬拜呢，因为内面的歌词跟音乐会触动他。一个教会，你若讲足成功、足健全礼拜安尼冷冷淡淡，那是相反的。第6个是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刚刚也提过了，我们的小组是因为我们有小组的组织，有小组长的关爱、小组长的牧养所以很多事情是透过小组来完成的。第7，很重要，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福音事工。教会透过不同层面的传福音事工，我们有幸福小组，我们有个人传道我们有新朋友关怀我们有很多的探访事工，还有包括刚刚有讲到了，我们为了关心不是本会信徒的丧礼，很多人去参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最后一个是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就对咱讲的，亲像初代教会大
大家当心合意的。所以一间教会再怎么强盛，如果教会有纷争，不是说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啦，有时候圣灵就离开了，因为你好派较赢嘛。拄则咱的校恩在传咱基督吼，起头就讲，传咱基督讲，咱爱基督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同工，无互魔鬼来搅扰，无互魔鬼来攻击，因为迄个冲突吼。的确，内面有甚物款魔鬼的空隙，才会引起彼此的冲突甲攻击。但是同心合意是咧讲下面，是咧讲接纳，是咧讲同心合意，大家做为意见的交流，大家共同用主的方向做目标。兄弟姊妹，咱伫今日要开好会，我们再一次回顾咱的教会的使命宣言哈。这使命宣言是甚物呢？就是咱拄则有提起的，用这个标题成做咱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咱今年50年重要的这个目标。第一，咱讲教会是永生上帝加真理的调酒。保罗所甲咱讲的，教会是一个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咱知影初代教会因为因活出疼，因同心合意，所以上帝甲侪人加互因。第三，进入8个健康指标，咱的教会是爱成做一间积极传福音的教会。再来，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这教会人济少，当然个人是当一个指标，但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殷勤的灵修、读经、敬拜神、跟神同工、热心传福音？这个信徒灵命绝对是一间教会的热度，一间教会的强盛最基本的关键。咱感谢主，咱开始咧统计吼，讲去年有陪咱12个月金句的名单落长呢。读经读一摆，读全本圣经一摆，名单足多。抄圣经的，咱去年参加公布社抄圣经吼。咱教会参加40几个得第1名，这拢是一个指标咧，甲咱提醒讲，灵命毋是一个口号，是你真正实践伫你的生活。最后一项，咱50几年，到底过来的日子是安怎？咱教会都爱成做一个代代温度培育的教会。一个教会的成长是看见上帝的恩伫咱中间一代过一代，大家互相来承接。这代有这代领导的风格，这代有这代有对迄个年纪的会友一种的呼召的一个吸引力。但是新的一代，毋是老的去吸引，是同款迄个年纪、同款迄个年龄、同款迄个思考模式的人的领导，因为伊的领导比老一辈人用各种办法更较好。昨昏吼，咱的青少年青少年伫2楼办迄个火锅聚餐，因提早迄个年夜饭呢咱拢少年囡仔家己来，我看事实桌顶的菜料啥拢袂歹啊，但是囡仔都无啥会晓，煮无落来安尼大家坐伫遐咧看安尼。我家在一寡较大汉的哇，马上变通哇，把遐菜啦摕入去那个里面的那个大的炉大的炉灶把它煮熟了，哇，看到小朋友就食啊足欢喜啊！我发觉讲，他们有一个特色，他们没有邀请阿公阿嬷是大人来斗煮啦，煮嘛是坐伫遐食，带恁兜食就好啊，就是要互伊袂晓煮，煮了足心熟。有诶，干脆食大的面食迄王子面用煲的安尼啦。你感觉讲呀，大人看伊有大人拢无合汤头毋知有合无内底菜好食无毋知啊，无用大骨落去控汤无啦。但是吃得很高兴，重点是这里。但是如果大人来了你拢多济，我煮。问题在他们年轻人玩得很高兴食饱还佫毋走呢，
搁底下拍球运动。那问题是在于说，要让他们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形成一个领袖，要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形成一个向心力。那大人是关心没错，但介入就没有用了。感谢神，我们期待这些是标题式的宣告，成为我们富强教50几年大家共同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来唱一首咱足传统的地歌，啊，唱了咱做来祈祷，准备要来开好会吼。咱来唱这一首歌，当我拍败主面前，咱要先唱台语的。